喺日本接紙鶴代表祝福。宣明會喺商場舉行接紙鶴同埋寫心意卡活動，希望可以收集到5000隻紙鶴。又舉行慈善義賣，市民都解囊支持。多謝晒！市民接完嘅紙鶴同埋心意卡都會隨住救災隊伍帶到去日本，咁將香港人嘅心意同埋祝福都交到災民嘅手上。有喺東京做嘢嘅香港人經歷今次嘅地震，擔心生活困難，所以翻咗嚟香港。火車會係唔喐啦，咁就我冇諗到係停咁耐咯。基本上係2點幾開始地震嘅，11點幾都仲未有車嘅。星期一個情況就係你買水同埋買食物咧，你基本上好難買。世界宣明會日本分部已經派出100人前往救災，本港嘅宣明會會參與重建嘅工作。我哋希望咧喺3個月之內咧，向3萬名嘅災民咧派發一啲糧食啦、一啲食水啦、一啲御寒嘅衣物啦，同埋一啲棉被嘅。之後2年，其實我哋講緊唔單止重建房屋俾50萬無家可歸嘅災民，我亦都幫助災民咧，其實面對佢哋損失咗家人啦、損失咗家園啦呢啲嘅傷痛。災後心理輔導協會下個月會派出20個心理輔導員，連同翻譯去到日本，為當地嘅災民進行心理輔導。你可以埋嚟咧寫張心意卡或者接一隻祝福嘅紙鶴送俾佢哋。另外有團體都喺旺角街頭呼籲市民接紙鶴，又舉行默哀。無線電視記者馬秀全報導。